冇乜，即係我見唔到冇乜特別，即係啲咁嘅相冇乜特別嘅嚴重嘅損壞咯。即係你接嗰個外牆嗰度，即係用得翻喎。我覺得如果間房唔係冇燒咁，其實用得翻喎，冇乜特別嘢喎。咁睇啲咁嘅相，睇個外牆，睇裏邊嗰啲窗啊、嗰啲窗戶嗰啲，我住得翻喎，冇問題喎。呢啲早期嘅啲係咪居屋啊？咁居屋通常都係即係外牆就貼咗個紙皮石㗎啦。咁個紙皮咧都好細粒粒咁嘅。咁我覺得即係燒到咁樣，多數可能係個紙皮嗰度就受到傷啫。換咗紙皮就得㗎啦。後邊嗰個石屎嗰度同埋嗰個鋼筋就應該唔會話點樣受到損壞㗎啦。你見到有啲都冇分黑添喎，係嘛？得幾個啫。個紙皮就好似大概好似即係淺啡色啊，唔係淺灰色嘅，好似或者接近白色嘅咁。維修嗰個外牆嗰個紙皮石咧，即係整翻靚清潔佢，或者係索性換咗佢咧，應該都可以嗰個大廈咧，個住宅應該都用得着嘅，用得翻嘅。睇到佢黑蚊蚊，其實未必代表成棟大廈都唔愛得㗎，係咪啊？未必代表整個大樓係用唔着嘅。外牆嗰度出邊嘅結構咧，尤其是裏邊嗰個 lift 位嗰個裏邊嘅中間嗰度咧，應該就我覺得唔會話有個結構上個石屎唔會話有咁太大嘅損壞嘅。當然呢個就可能要經過一個獨立結構工程師去做個評估先至可以確定嘅。呢個位置冇影響嘅，冇燒到嘅，冇燒到嘅。係呢個洞就係冇燒到嗰度嘅。哦。咁跟住呢一度，即係另一棟啦，即係應該係有分黑過或者燒過，但係你見到係都係好，我整大啲，點樣大啲啦？呢開始拆緊係咪？開始拆緊。拆啲即係拆啲圍欄落嚟啫，圍網。你見到都係分黑都冇添啊，係咪啊？係咯。我覺得冇乜特別大，即係外牆甚至乎裏邊都冇乜特別嘅損壞咯。呢度冇乜咯，真係冇乜咯。即係睇唔到話裏邊話有燒到話成間房都冇，成間即係屋都冇晒咁樣。即係咯，大致上好似個。即係有啲分黑啦，當然嘅地方嚇。咁跟住就呢一個啦，你望到其實睇下呢啲拆咗圍網，你係咪紙皮石啊？呢啲就係咯，紙皮石咯，紙皮石咯，或者都冇咩喎。或黐嗰啲牆磚啊嗰啲。就咁睇落去冇乜，即係我見唔到冇乜特別。即係啲咁嘅相冇乜特別嘅嚴重嘅損壞咯。即係你接嗰個外牆嗰度，即係用得翻喎。我覺得如果間房唔係冇燒咁，其實用得翻喎，冇乜特別嘢喎。即係你作為呢個即係測量嘅嘅專業人士啦，你睇落去應該真係住得翻喎，係咪？咁睇啲咁嘅相，睇個外牆，睇裏邊嗰啲窗啊、嗰啲窗戶嗰啲，我住得翻喎，冇問題喎。但我想問下你啦，嗱，
對於大部分有冇燒過單位，咁梗係想翻去住啦。但係有一兩個單位或者幾個單位，你都知可能嚴重燒毀裏面㗎啦。咁政府應該點處理咧？受到咁嚴重嘅影響，政府咪索性咪收購翻算咯。咁啊，俾錢咪佢搬第度。如果你冇嗰間房嗰間屋冇受到嚴重損壞，咪喺度繼續住咯。如果一棟大廈得10幾間係嚴重損壞，咁啊你冇理由成棟樓都唔要噶嘛。其他人咪繼續住咯。10幾戶就將佢嗰間單位就買翻俾政府去算啦。嗱，咁啊，阿何永賢咧就話咧喺呢個係喺立法會啊，當時喺立法會早2日啦，你知啦，去立法會講嘢啦，係咪？嗱，佢話咧包括多處出現混凝土爆裂、鋼筋暴露、變形甚至歪曲，可說是內傷很嚴重嚇。咁樣講嚇，內傷嚴重。日後嘅維修隱患和可能牽涉嘅費用亦難以估計。雖然樓宇沒有即時倒塌嘅危險，但目前我們估計7座樓宇長遠需要拆卸嘅可能性甚高。係啦，嗱，咁佢就喺呢度推啦。原本預留用作公屋嘅頌雅路西咧，考慮改為居屋安置啦嚇。再睇多次佢講咩嚇？佢話經過房屋署勘察後啊嚇，發現鋼筋、混凝土嗱冇資料俾我哋嘅，冇數據嚇。鋼筋、混凝土、橫梁等出現弱化嘅損毀。嚇咁樣講下，形容樓宇內傷很嚴重。Okay. 何永賢，我讀一次啦，大家都可以睇到，包括多次出現混凝土爆裂、剝落、鋼筋暴露、變形甚至彎曲。哇，彎曲喎！這些鋼筋混凝土嘅構件能否在未來仍然維持所需嘅結構耐久性呢？還要負重呢？防火呢？放水等。即係性能嘅要求，防水我相信佢講，現在存在很大嘅不確定性，可說是內傷非常嚴重。日後嘅維修隱患亦都難以估計。雖然冇即時倒塌危險，但目前估計7座嘅樓宇需要拆卸嘅可能性甚高。其實係鞏固翻政府所要講嘅嘢，政府講嘅嘢就係話，佢哋要拆又要起，搞10年㗎咁講，即係拆同埋起，咁所以佢要鞏固翻10年啦，你肯唔肯等啦？你自己肯等咁咪住咯咁講，佢就想推到引導性到居民算啦唔去啦，去頌雅路西啦，2029年就得啦咁樣。呢度冇經過一個第三獨立嘅結構工程師嘅過目。同埋咧，佢話你話有咁多咩爆裂啊、剝落啊，又鋼筋又屈咗啊，又乜嘢呢？佢哋有冇做過一個詳細嘅即係個測量即係個位置啊，個面積有幾大啊？有冇做過啲咁嘅嘢咯？我睇就好似冇咯。你點睇到佢冇啊？如果佢話有晒面積，有晒嗰啲相片啊，咁比較好啲啦。但係佢乜嘢都冇。就咁講，就喺度得咁講，檢查嗰個損壞，你都要知道即係面積喺邊度，邊個位置嚇，有啲相俾你睇，邊度真係特別嚴重損壞，有石屎剝落，你都要影啲相俾人睇噶嘛，有邊個位置，佢最好就真係做個詳細嘅測量嘅，作個單位就影晒相，畫埋圖，咁就呢個其實呢度就有個石屎暴露呢出嚟，呢度石屎剝落，做晒啲咁詳細嘅資料，先再俾個結構工程師去睇下咁。你讀測量咧，你喺測量裏面你點睇到呢啲冇事？一般你都要用常識啦，同埋你用眼睇，你眼睇到啊嘛，係咪？
即係燒大概1日到，係咪啊？1日到，咁當時亦都有消防員喺度不停咁潑水噶嘛，我覺得唔足以去話係嚴重將嗰個結構就破損到係冇得可救個程度咯。你話嚴重影響石屎鋼筋呢樣嘢係非常之難㗎，要真係燒好耐先至會有破損嘅。你燒幾耐先會有破損嗰個？可能講幾日，成個禮拜咁喺度，成棟樓燒喺度不停咁燒，先至損壞嘅。但我記得佢嗰陣時咧係燒咗大約一晚啦，係要幾耐先可以話真係燒到裡面石屎？幾日連續可能甚至乎1個禮拜咁燒到先至有開始受到個石屎就先至開始剝落。咁點解政府硬係要話即係唔住得人啊？而家何永賢媽咁講，唔住得人㗎，結構嚴重有問題啊咁樣講，點解咧？可能過大嘅反應啦。我冇可能相信話成棟樓嘅結構係因為有呢個即係燒火呢件事就而係令到嗰個結構係變咗危樓咯，冇可能咯。即係憑你頭先睇翻啲相，都係冇可能啦。冇可能啦，因為有啲樓係比較可能接近嗰個火，咁就會當然就個損壞就比較嚴重啲。但係有啲大樓就遠啲噶嘛，根本冇接近噶嘛。你話一棟樓冇受到影響，所以就佢哋根本應該唔會有剝落呢樣嘢咯，冇啲咁嘅損壞喺度咯。亦都冇見到鋼筋暴露啊！因為好籠統嘅，知唔知啊？佢頭先講嘅説話好籠統，即係石屎剝落咁啊！屋企用邊個位置啊？邊間房啊？邊個單位啊？睇落去會唔會有咩鋼筋暴露？頭先佢仲有咩嗰句嘢啊？石屎剝落啊，有嗱，佢頭先講話咩啊？鋼筋暴露、剝落、混凝土爆裂、變形，即係佢可能隨時某1、2間單位有咁，佢就愛嚟以偏概全。係啦。嚇，因為人哋問我證據嗰時，佢咪攞呢2間單位咯。攞最嚴重嘅單位去講出嚟咯。有啲單位可能真係有少少即係嗰啲裂痕啊，咁冇事噶嘛。即係而家咁樣睇落去呢啲嘢，好明顯好全，係咪你對頭先佢講話好全面啊？冇 specific 嘅例子喺度咯。邊個單位，邊個位置，又冇圖則冇相，咩都冇。即係唔夠證據咯，唔夠證據，你點說服咧？係咪？難以說服公眾啊，係咪？難以說服。冇乜，即係我見唔到冇乜特別，即係喺啲咁嘅相冇乜特別嘅嚴重嘅損壞咯。即係你接個外牆嗰度，即係用得翻喎。我覺得。如果嗰間房唔係冇燒咁，其實用得翻喎，冇乜特別嘢喎。咁睇啲咁嘅相，睇個外牆，睇裏邊嗰啲窗啊、嗰啲窗戶嗰啲，我住得翻喎，冇問題喎。即係政府自己一個2004年居屋要起幾耐個研究，佢都係講有個居屋連拆卸，即係連拆樓連起42個月，42個月，政府用10年令到啲人唔敢選呢度啊！即係自己好想翻嚟，但係都唔敢。比較難啲去相信話又要10年時間重建再起，咁你可以用翻個地基噶嘛？個地基冇損壞噶嘛？燒火你點會燒到個地基有幾十米？深拆晒佢，咁咪再揾翻之前個居屋嗰個圖則，或者可能有少少改變，即係改翻比較現代化啲個嚇，用嗰啲比較現代嘅建築技術，咁就都可以起翻咯。4-5年都得㗎啦，都起好曬啦，都起好曬。你可以即係分期咁做啦，你唔需要話同一時間拆晒咁多嘢。拆呢2棟先，咁就你拆呢2棟先，咁個拆嗰個承辦商就開始搬去呢度開始拆，呢度就開始起。
咁佢齊呢度咧就可以起，咁個拆嗰個承辦商就可以去向呢邊就開始拆，咁啊繼續做，變咗就可以縮短時間啊嘛。咁即係總共要幾耐咧？呢兩棟拆咗佢先，咁之後開始起，咁就呢度開始拆，同一時間就拆呢度，咁你我諗大概5年到，連埋拆喎。咁即係5年其實搞掂晒啦。佢佢又講10年，佢又講10年嚇，咁所以我哋就估計佢係喺度想，佢講到咁樣，佢就想搶人塊地啫嘛。